东南宫社在整修中供奉的，不是供拜那个壶呢，是壶中有水，然后祖先的灵呢附在那个水上，所以是拜祖先，不是拜那个壶。你看呢，壶里面插的那个是泽兰还是什么？然后还有你看竹头的结，竹头哦，你看竹子的头，你看它弯弯的，代表权杖呢，那还有猪头壳呢，你看猪头壳要吊在那个圆圈圈的那个篮子上面你看，那枯掉的那个叶子，那个是泽兰吧？然后我连到那个简单的做好的那个小房间，你看，看南边那个南边那个地方，南边门边那边，你看到那个就是猪头壳了，猪头壳。然后地上那个圈圈的篮子，那个圆圈篮子那个，就代表那个像道教信仰的五营啊，它是哨兵站嘛，卫哨站的，保卫的卫，前哨的哨，卫哨站，那是代表兵营呢。那个壶就代表兵营。